荣兴客家采茶戏团呢，这次所做的戏，其实我觉得让我很惊讶哈，因为他要把北埔事件这样的一个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，把它搬上舞台，不仅呢是创新客家戏的这样的一个戏剧形式，那也把台湾的这样的历史哦，整个搬上台上去。所以它不仅可以看到我们客家戏的本身的自己的精华之外呢，它还可以把我们台湾的历史里头做一个呈现，然后做一个不同的诠释。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戏啊，希望观众朋友如果有空可以来分享一些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当你希望认识台湾的历史，希望认识客家的文化，欢迎你们来这出戏看一看，来看待以及陪伴整个客家文化一路走来的所有的经验，所有的精神。